你对巴斯克语有了解吗？这里让我稍许为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门神奇而古老的语言。巴斯克语在巴斯克地区普遍使用，巴斯克地区地处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。如果你有来到这里旅游和参观，或是你住在这里，走在大街上，你便不难发现有许多标识、报符等都是用巴斯克语写的。另外一些阿斯卡是一个交通运输公司，公司的名字是用黄色的简体字印在他们蓝色的卡车上，给人以速度之感。该公司遍布西班牙全国。Goibe是由一个桑塞巴斯蒂安当地人所创建的，是一个著名的橄榄油品牌，而且Goibe在巴斯克语里面正好就是意为油。Ardua， 你时常能在超市里面见到这个牌子，看见了吗？当然这是西班牙语，但是这个名字 Ardua 实际上是巴斯克语，意为玉米。这种植物性黄油是用玉米做的，所以你现在又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啦。是一个大公司。然而该公司并不是很普遍为人所知，他们是做为工业和建筑行业的吊车，通常这些吊车都是绿色的，它所意为抬升或吊起，这也正是那些吊车在建筑工地上面的作用。Eroski 是一家连锁超市的品牌，不仅遍布巴斯克地区，同时在西班牙全国也是遍布各地。Eroski 来自于巴斯克语的两个单词 ，Erosi 是买的意思 ，Doki 就是地方的意思，也就是说 Eroski 这个名字就是买东西的地方。咕咕数木数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，不是吗？你可以试着发一下。其实咕咕数木数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，咕咕数是跳蚤的意思，木数就是吻的意思。该品牌以新颖有趣的设计出名，许多公司选用他们的设计来推广自己的产品。Lorec Mendia 这是一个服装品牌 ，Lorec Mendia 意为山上的花朵 ，Lore 是花朵的意思 ，Mendi 则是山的意思。Igurinha 是巴斯克地区的区旗，但是你知道吗 ？Igur 是标志或标识的意思。Lenagari 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，Len、Da 和 Gari， 其中 Len 是第一的意思，所以说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手掌。Ertzaintza 是巴斯克三个省的警察的总称 ，Eri 就是民众的意思 ，Zain 是守护者和看护者的意思，因此一个 Ertzain 就是致力于守护国家的人。民族是一个政党的名字，然而它原意是什么呢？就是结盟或连接的意思，因为民族是由几个小党派共同合成的一个大的政党。Esquerriasco etortzeagatik， 好。这句话我喜欢。如果你来巴斯克地区，你绝对是不能错过当地的 pinchos， 超好吃。而且要记住哦 ，hadeche 是餐馆的意思。注意看吧台的纸巾，你能在许多的酒吧看到这么一句话 ：Esquerriasco etortzeagatik。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来帮你，就是感谢您的光临。这里你就能学到一个非常有用的单词 Esquerriasco。就是非常感谢的意思。如果你对一个巴斯克人用 Esquerriasco 表示感谢，他将会非常高兴。最后我要再教你一个简单的单词 Barkatu， 意为抱歉。你可以结合法语或者西班牙语一起说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例如 Barkatu donde está el hotel， 或者 Barkatu où est l'hôtel？